如果大家好似係我咁樣嘅歲數咧嚇，當然我估大家都應該有睇過老夫子噶啦。咁老夫子咧成日都有個題咧，就叫耐人尋味嘅。即係講一啲嘢啦，你睇到之後，哇，究竟係點咧？佢究竟想表達啲咩咧？就耐人尋味。琴日第二場賽事咧，阿袁幸堯咧騎呢隻熱門嘅日出東方，由頭至尾都熱嘅，只不過臨尾嘅時候咧就變咗係智力之城落飛，變咗大熱門，咁呢就匆匆再出，捱到嚟都跑得比潘頓好嘅呢隻智力之城咧，但係又調翻轉，就潘頓咧就騎翻佢艾杜拿之前騎開，但係又贏唔到嗰啲拉合爾，所謂叫傷愈復出。而咧喺出閘嘅時候，你就見到咧阿袁幸堯小妹妹咧就好似俾人重重圍困咁樣，包括咧另外都係女將黃寶莉嘅遙遙日上。跑到一半嘅時候，你見到遙遙日上開始打左手邊，一路圍住佢。咁你可以而家呢個時候嗱嗱聲喺飛雷猛側邊嗰度就上啦，又有啲猶豫。好啦，到真係有位上嘅時候，你又唔上。到隻馬已經冇嘅時候咧，你就猛咁打，猛咁騎，猛咁去跑。但係喺沿途開始嗰度重重圍嘅時候，如果你嗰度肯夠膽少少拉隻馬 drop back 喺翻袁幸係黃寶莉嗰遙遙日上嘅左邊再上咧，可能呢個戰局係會有少少改變。但係我覺得呢隻馬都係會輸，因為琴日好多熱門馬咧係可能因為呢個場地而輸嘅。但係如果你咁樣嘅跑法而令到呢隻馬喺開頭咁耐人尋味、重重圍困，而你作為一個騎住熱門馬，而你又冇好似作出任何身體語言，覺得想將呢隻馬去試下改變呢一個咁困局，而做到最好嘅成績嘅時候，咁就係耐人尋味咯，就令到人哋好失望噶啦。